每一年过年前的这个时阵，银行拢会送客户发财水甲招财金，某银行会特别准备自保盆甲发财糖啊，要互客户开运招财。 是我们的招财金跟发财水，祝您新年快乐。民众一透早走来到银行，唔是要办代志，是要摕转年开运物品、发财水甲招财金。听说每一年好像都要排队，然后很抢，所以我想说，今年一定要拿到。这应该比那个你知道，就抢插投注箱应该更容易一点。感觉就是可以替自己在新的一年有一个好兆头，然后可以顺顺利利，可以发财。国泰金控转年招财礼，那有入过金库，吸过财气。 昨天有特别设计代表财富运动，季节设计代表丰收，资产满财库。在设计上生创意，吸引到少年族群。两个红包结合起来之后，变成一个幸福的结的样子，好，所以就是好事成双。色调上或者是这个构图上面，都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心情更好。是我们的发财水，发财新年快乐。 银行的行员也是满面笑容，送水甲送糖啊，喜气洋洋。按算伫去年春节进前，敢若发财水都当送出33000元，可当送春联、珠宝袋仔甲发财糖等等。在台湾将近500台 ATM， 佮提供寄付的点点甲安太岁的服务。 元大银行是推出着2种新春的开运小物，包括着16万份的发财水，佮有自保盆13000份。其中自保盆的顶悬佮有18粒小元宝，代表自积财富、招财自保。杨过早餐去处理后，变做坑，专家也提供建议。放在家里的财位的地方，何谓财位？就是进家门最清净、最安静的地方。专家也提醒，发财水一当压实稳，啊那旧年都爱处理好势，亲像压水压花拢会使。发财米爱食好条，招财金一当去施舍做善事。虽然信用敢若提供参考。 要个新年头，讨一粒喜气，招一点仔财气，心情好，生活才会对你好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